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医界复习类咧。基本医界医疗单元，大家咧分享的是大发音地图咧一种动创建的病是肝病吼。不过讲到肝病，当然你基本项目要注意到，因为佢肝病係講要發起來嘅是隻感覺，都就好冇乜嘅鏡頭哦。今日你繞場到線上嚟到兩片啦，和大家嚟討論一下，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嘅線上其實你嘅李小太線上分享。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分享線上吼，線上當叫冇復習，冇來復習來嚟到大家來講到。大家當咗復習啊！前先講，今日繞場到呂醫師吼，線上嚟到兩片呢，然後大家嚟講啲發音嘅肝病。上節目之前還是在問線上，我線上對你台灣東醫有肝病。哦，頭擺東多，你目前就好進步多咧。因為有做個 B 型肝炎嘅個疫苗啊，嘅注射吼，以後是好的。係啊，像個差唔多40年代嘅吼，40-50年代出生嘅個成因啦，佢是差唔多40歲以上 B 型肝炎咯。對吼，而且得到 B 型肝炎，然後係冇時係因為本媽媽傳導嘛，講出來係垂直傳染傳導。咁講到肝病呢件事情，你用客話講成講肝病啦，你客講講肝病，其實肝這隻器官當等於樣嘅地方是係一般來講好像沒有乜嘅鏡頭。因為佢冇先見到嘅地步，唔會感覺講痛，又係人病人肝發炎到當嚴重嚟些，就當然係冇感冇覺喎。係啊，詳細是嚟講，佢自家肝病當嚴重咧，佢自家冇感覺，結果旁邊人講，面目就暗黃咯。係啊，有冇面色看到霧霧啊？佢講啲講我去看。所以會變到安用音。係啊，因為一般來講，你講到其他嘅病係譬如頭腦痛，你說我係狂起聲頭腦痛，血壓高啦，頭腦痛啦，嗰啲會有問題，其實唔會有鏡頭啦，所以你啊，真係是大家要注意，所以根本嘅大家認真來看節目嗬，平常時容易來注意自家嘅肝到底好唔好，就係講要乜嘅保養嘅方式。不過一開始嘅時間先同大家來講，相信朋友談大概。當因為談過，特別講，你有 A 型肝炎嗎？你有 B 型肝炎嗎？其實肝炎的類型又分動到，動到，你係有 A、B、C、D、E 5種，有5種。可惜唔係講實際聽了5種哦，有可能以後還有講，你下晚發覺到嘅，嗰度肝炎哦，因為啲肝炎嚟嘅動嘅病毒啊，動多樣啊，樣上動多。所以兩篇有講到嘛，其實兩篇到大家都分享嘅叫病毒性肝炎就類型，那當然它也有非病毒性肝炎，這個聽起來就很難的。你唔會啦，你是看哦，你病毒性嘅肝炎嗬，肝癌嘛，就 A、B、C、D、E， 你是5項嘛，就等於叫講開玩笑，哎呦，我冇死刑哦，我冇死刑，死刑是死刑啦叫講我冇死刑，冇其實冇安啦，是 A、B、C、D、E 啦，嗰是因為叫個病毒嘅樣上冇強樣，除了咧病毒性嘅，還有一樣是冇病毒性嘅，跟冇病毒引起嘅，可惜是你食酒啦，冇是。食到藥膏啦，食到唔錯嘅藥膏，像是過敏反應，過敏性發覺講，嘅肝唔好咧，又會有安嘅問題。還有一種是非酒精性，咩講是停止酒精講話，就非酒精性，其實本身是好嘅因，其實疲勞啦、過勞氣，長久的因是長過勞誒，相似技術會變到非酒精性肝炎。按用糖尿有一種比較後天的感覺，用你平常時冇去保養、冇去注意，你嘅身體嘅抗體得到嘅一種嘅感染嘅感覺。佢講實在話，上次從頭擺毒素啊，講毒素啦，唔係講動物啦，上次有專業這種摸水包，媽媽是會講，你係咪咬啦？小心你的肝哦。就是我們好像平常打嘴鼓嘅世界是不是按用講嘛？它有可能就是像非酒精性肝炎，熬夜，不過說到這個講到兩篇，老實說，我們一般台價，我們說好躺到的是 A 型、B 型，你說什麼 E、C、D、E， 講講那平常時都係。大嘴鼓分享地區是好少講到，一般來講好都是 A 型到 B 型。現在簡單講下，像 A 型肝炎，它要怎樣來傳染哈？
就一般来讲，像因为线上刚才讲的有后天的嘛，那其实肝炎是会传染的。不会，不会，因为你平头是从浪多穷用啊，会切来切去啊。从感冒安用。A 型肝炎其实是个一种唾液的其实嘴啊，莫是从感冒穷用唾液传染的。那像去食东西啦，韩国粪便啦，嗰度所以厨师嗰度尤其是做食的嗰個廚師啊，嗰度佢會最重要係注意嘅清潔衛生上過廁所，莫是你去廁所也唔係講你停係你一家像是人家你孭過嘅嗰度。手把啦，嗰度毛巾啦，你做一些做用到的時間，像是個 A 型肝炎的病毒啊，是會切過來啦。佢仲係食飯咧，強下食東西咧。尤其是做食的做食佢手槍啊，嗰度是會切到，是會切過。所以真心咧，你特別是川燙食東西，從係不管係是。因為講香嘅來講，甜點店嘅大家都要當注意個衛生，而且你因為你要學教學講究，冇像頭擺有冇頭哪冇啊跌落去，手啊掉落去，講冇係是隻口水啊跌落去，像你要學講究嘅，他們還會戴口罩。口水跌落去，該是最會切嘅啦。萬一佢有 A 型肝炎嘅時間。開始會動會切，所以像這個根本很難避免呐。你其實你都被點心東西，也是你哪裡知道？你哪會定？大部分了來講從呢個廚師嗰度你嘅政府都會定期會推動做檢查，你就嘛講呢種問題啦。會哦，你是 A 型肝炎，是，你個 B 型肝炎咧？B 型肝炎頭擺個性心眼腿嗰些成因啊，嗰些個肝的個傳染率當過，佢突然又講時沙是越沙嗰些，因為我們嗰些有垂直傳染，還有水平傳染。是垂直是講家媽媽本身是有 B 型肝炎的帶源，唔係講是天有鏡頭啊，帶源的人佢冇埋鏡頭其實有啲平突大身體呢，會叫我些。순사是分個新生兒就直接傳染分歐亞咧，歐亞等於一出世，其實有咧，是有咧。要是按照垂直傳染，沒有辦法，等於是對個歐亞來講，它就沒有辦法避免。該避免不了。所以你啊，全就講該是出生那些都要保護樣板因就個推出疫苗，個還個白蛋白個你要水平傳染是。你個平突的個體液啊、血液，主要是像個都有到吸毒的人啊，或是公共場所用嘅刮鬍刀啦，你看也是強力哦，可是個啲的血打喺地板其實當唔會切啦。所以特別係講你，因為你可能有嘴爛啊，係講你從牙齒嘅時間病毒又送口嘅時間，哇，那就很危險。尤其牙刷，牙刷啦，你就吃到牙刷可以當強力啊。沒關係啦，講來用一下，不行。胸體嘛，是用咧，是會按用因。所以其實真的要注意哦。那像食東西咧，像係 B 型肝炎食東西做得冇？食東西應該還好，可是 A 型食東西是 A 型為哦，唔係講是唔為啦。所以東你分唔清楚嘛，因為你下我有看到有啲人會講，我有肝炎，所以食東西是分開。是像先生講嘅，你要了解你係 A 型還是 B 型？A 型食東西是真需要分開來食，係冇什麼傳染。不過係講你係 B 型，你係注意是像是血液啦，該種嘅傳染是要注意。可是 B 型雖然唔會切可是你還是當然分開來，還是要注意，分開來好活啦。頭擺講嘅嘛，按公筷母匙對，該就該差唔多20年前開始啊，衛生部啊，衛生署開始。近代推行講公筷母匙防 B 型肝炎，其實沒防 B 型肝炎，是防 A 型，應該是防 A 型。可是該是大家反正這個公筷母匙嘛，本來就
讲来袂好讲嘛吼，马的相机袂好慢嘛吼，公筷母匙的时节啦，但是反正这是对公共卫生有帮助，所以哎呀，怕了，就是大家就推行这样。对，我觉得根本啦，乡亲朋友的分享了真的很重要诶，因为就算其实走去了当然。按倒熟嘞吼，然后拄到动到线上讨论动到的问题，还是有动到平常时以为嘛都动简单嘅知识搞唔清楚。会哦。系啊，所以其实其实大家注意，不过不管用因讲，台北对肝炎用改避免，还是尽量要注意卫生。哦，了是会提重要嘅。注意卫生之外吼，还要检查一下，因为头先讲嘅吼，即头先主持人讲嘅叫。直接开始摸镜头啊，哦，耳入唔滴啊，所以最好是平常就定期检查哦，最少1年1摆，系你有 B 型肝炎，或是个 C 型肝炎的人吼，该是300年，或是半年吼，一定要检查一下。啊，继续去检查，哇，乡亲朋友一般人来讲，天气检查，大家会知道动难死哦，会知道动麻烦，因为刚讲身体好猛容易，不过还可以注意吼，其实系讲。你唔是检查过，你先去检查一摆，是第讲，你到底你个清醒很容易，系讲你检查过后，第一个个镜头啦、镜床、体重很容易，但是像先生讲的，达到上张年，然后半年个时间是都得停起去检查，你讲追踪一下，了解自家个身体，爱用好好。市场差，你自家个差是好啊。系啊，你自家差，你是300年、半年时来检查咧，莫讲因咯，莫讲因系啊，因很麻烦。系，但是当中因素问解，系讲其实得到肝片容易来治，容易来保养吼。你请你个乡亲朋友先聊下，等下再来好好来讨论一下，到底容易来面对。今日当番伊做啲分享呢個李少泰先生呢度節目啲，讀啦大家來講。因為發現動到會得到個偏嘛肝炎、肝炎吼，對，你看我都很記呂醫師吼，咁個廣告係直接就很記阿塔哥，感覺很親切，不過你係講笑啦。所以基本上大家來討論，其實大家會講嘅 B 型肝炎，然後 A 型肝炎下吼，其實講到了後，大家是會講，那到底？該容易來腎白地圖容易來注意，不過講到了之前，我先來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除了該種係慢性肝炎，大家有談到，你哋係慢慢哦，順條你嘅朋友會講，記起來，其實講佢得到猛暴性肝炎，猛暴性咧，都是當等於講，好像突然間發生嘅。哦，佢本來是忽然間嘅爆，竟然佢是安樣猛暴性，一下子爆起來哦。猛暴性肝炎嘅最主要係咩呢？佢是肝底背啊，佢肝床底背嘅細胞啊，一下動大量嘅壞死，壞死動到一下動到嘅些肝本身是個排毒嘅個器官嘛，哦，佢是通過你身體有唔好嘅東西排出去，結果佢即個是唔好咧，佢當然是會好唔好啊。跟市場差窮樣哦，差講個所講嘅個窮樣嘅意思啊，個氣缸是壞的，肝炎有冇發動？窮樣個肝炎哦，係你個肝唔好，一下動唔好一些啦，佢即個本身排毒排唔出去，所以有導人到個猛暴性肝炎到後背來吼。為個用個西藥嘅方式吼，通當到毒素嘅排出去。是，因為個用嘅時間，佢這個肝臟本身冇法度把那些代謝出去。我覺得很可怕，用英講咧，因為相信伊起到伊間因好好，啊，你起到去顧佢個，你講病史然後歷史顧佢啊，冇乜個有肝臟個鏡頭，也沒有談伊講過，乜個好點點乜個，譬如說星期2號咧，比如半夜看見因好好，乜個禮拜上是咪好點點乜個發燒啊，乜個眼前一片朦朧就倒下昏倒，上個發生埋事情講。耳朵開始人一檢查嘛，該我們說嘛，該 GOT、GPT， 該這個指數是動夠，然後醫生有時候會說很危險，有的朋友後來好了，會講我是這個鬼門關夯一般，會有這樣講法所以他嚴重的很有可能就走了，對不對？係咪樣？因為從了猛暴性肝炎，因為白愛起的佢家園前吼，因為家科學園區。
几个岁末抽奖。啊！结果伊声音手都太强咧，太开心哦，当开心上推咧，上推个气态同时是在鼓噪，哇！你一听啉就听啉吼，对啊，平常冇，哎，佢平常冇啉，因一下啉就太杯吼，啊，结果转移猛爆性肝炎，好可怕哦！可是像安勇改例子，是不是代表佢平常的肝是没有很好？可是你也唔对啊，哦，因为系佢啲佢肝冇去做嘅注意啦，是系唔对，当当然唔对，哦，所以讲为按到，讲到为唔对嘅因，忽然间是猛爆性，对对，啊，像猛爆性肝炎当多眼睛啦，哈，像有偏头嘅哈，尤其你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因哈。你平常是好显哦，因为你有 B 型、C 型，所以我讲3枚日日头检查是啊，因为因为你内视管太唔好咧，你自家唔对哦。了解。哎，啊有的是使用药物哈，药物使到用到唔错嘅哈，等下因还未早讲了哈，韩国代谢病异常哈，韩国 中暑、休克、心脏衰竭，了都也会啦，也会引起，对不对？不过讲到鸦片吼，是讲，你大家有时候咪讲系猛爆性肝炎，为什么会讲它很可怕？系讲你平常时有该停起对重肝炎，因为第讲自家有慢性肝炎，你要注意。对，错。 这样是讲你平常时冇注意，后点点其实发生的，你根本来不及。对，不过医师你刚才讲的，你讲那个好高兴有冇？哦，岁末，抽大奖，啉酒喝一杯，它就发生了。所以大家一定最关心嘛。我们大白生讲，你肝红冇啉酒，这边也讲到一些状况，到底喝酒是不是伤肝？跟各生因的体质。 老体质有关，体质，让因食了也唔会样，病种伊只背其实做唔得咧，吼，为免风自杀。嘿，该是你各生因的体质的问题，吼，啊，当然莫食太多是热天系安样因啦。对，你讲你好危险，你作息好多，你肝呐。 越打肝脏代谢，就是等于他超时工作嘛。你喊一例一休是哩哦，莫讲嗰度管喊好一例一休啊。肝喊好一例一休哦，所以其实当然啦，喝酒是一定会。不过青上肝有讲到啊，有当因另一杯是免风急炸，有当因另。 只是贵大我觉得啉酒这件事情很奇怪，有当因讲做在练习，不过哪几家群因啉酒，我还感觉很容易。 喝酒这个真的，越冬阴这个只是走在令到一打两打，然后还不会醉。啊，不过越冬阴是不是免风急炸，所以冬阴是为问啊，多带啉酒免一下是风，是代表是代表好好呢，还是讲好唔好呢？哦，跟免风哈，免风也是唔系讲好唔好啦，用一个灌地白哈，去缺少一种酶素跟酵素，是无法普通酒精哈代谢掉，所以其实下啉嘛，其实免贵加风，好贵加风，其实两种因好莫食太多好喝啦，还是要注意，还要注意。 有当因，有当因，其实佢食食过，不佢嘅面色冇改变。我有当因总对当有意思嘅，佢另一杯之后，佢张面是风。系啊，会哦，会。不过不管原因，可以讲实在话嘛，啉酒了件事情，上西是大家起重强，还是一种气氛，就这样。哦，是一种助兴的作用，不是说总得啉个，还是要注意啊。不管你检查你肝几好吼，啊冇嘛嘅问题，还是要注意。哎呦，肯定要注意，因为你嘛就拄过一只哦。 基落是其实吃当甜，其有 B 型肝炎，当酒冇咸咧，其实吃嘴唇就好甜，讲咧检查哦，佢这个还冇感觉哦，完全冇感觉，叫加嘛多嘅数值哈，2000人，这样是很高，非常高，正常40以下，哈，佢2000人哦，2000人，佢还冇感觉哦。 啊，只有吹讲哦，你喊佢叫你看下吼，看下你个检查的结果啊。叫佢好得天也是来检来看了，一看咧红果是推讲的好线。佢喊笑哟，冇样扮演啊，冇爱冇在啊，吼。叫今日下就暗部也开始，真紧是发生的，目就是开始风啊出来咧。哦，该讲表现出来啦。是，该是相信。 2000吼冇尽头了，
所以你看了到猛暴性肝炎最重要的是铁点是头脑好唔好数学啦，该有东西讲东西玩颠三倒四么肝分泌前其实会可以是因为你代谢唔出去的东西会打了脑部会影响到会叫做肝性的脑性分泌啦像了昏迷不醒，还蛮多肝的相图，你所讲看起讲会颠三倒四，像是会记吹唔好那是铁点。天一点所看起目睭目睭会黄疸加深，动妄还容易。第三点，血液凝固障碍是你们看起目睭啦，像是会出血点，鼻孔某是后脸像是嗲肺像是韩国嘅手嗰度有到出血点出来，佮表示嘅血液凝固唔好咧，该水就是咧，唔系讲等佢真紧昏迷咧来唔切，了是你嘅头脑、目睭，韩国嘅黏膜黏膜像是会出血嘛韩国最重要是看见肚脐会胀像是会肚脐动胀，肚腩大概某是有腹水出来咧。不过先生讲的已经系冻氧虫的异氧虫啦，会开始会氧虫咧。之前短的时间会有了都镜头出来。其实是像先生讲的，系讲。只是未开始会变到冻氧虫的世界是要有先生讲的，该就镜头。相信会出来。你一般因讲是才不会啦，因为先生讲的腹水是最基本的嘛，莫注意摸，因为它有凝血功能，该问题看起该有没出血点啊，嘛该什么？你讲我们那些微血管啊，是不是有嘛个出血点？那都已经代表有可能有开始有冻氧虫的镜头咧。好了，大家也只是注意吼。不过其实食肉也会让引起肝该问题。不会哦，像有到抗生素啦，韩国有到解热镇痛剂该解热镇痛剂当多因是讲该是该嘛个普拿疼啦会其实普拿疼不会当多因唔对基本上爱头拿疼爱是食普拿疼食长效的，爱食只唔好食两只唔好食三只，该食多做唔得，该选咱们安全的就好啦唔讲。打认骨认骨叫冻多因食到20只上去你刺杀的啦，好可怕所以认骨就做了种的特别研究。唔讲因了的原因是好少讲食到按多只啦，唔讲是讲个意思是讲。食到按多加一些你肝是会坏脱咯，所以也唔好讲食太多。错不过其实是像先生讲的，其实除了食肉会引起肝癌问题，还有其他嘛该注意的地方。你还可以请你来向新闻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今日东风伊做咧绕墙头，你家理性上来到节目地图到大家来讨论，你家社会地图很多人动因为有感问题，还呢佢又唔会痛，又冇心悸，大家要好冇去注意。所以今日做咧，大家讲，你系冻疮了解地湿，大家会病到新冠毒气哦。我堂是算的，因为上讲冇买嘛。现在家下讲到像睇法，你食肉未引起，只是就我冻多样，韩国就用系买那个。食灰指甲就好食灰指甲就好，有麻烦因为该虽然係個抗霉菌的就好可是日做愛看起因家因遷就一隻平因細菌為叫 B 型肝炎就灰指甲，按食 B 型灰指甲就好新人結果肝唔好，結果就出問題嘅，所以你下大部分線上全部佢講。你係食灰指甲就其實會停期2禮拜或者3禮拜，檢查你嘅肝功能，係冇問題3人食。這個好重要誒！線上聽講嘅你係愛係提100糖度啊，挑排唔啲，因為你下凍有指甲無，有灰指甲，吃灰指甲的藥講過冇嘛解。可是如果係講你的肝本身是有一些問題嘅，你需要特別注意。哦，你其實凍瘡了，食到2、3禮拜做檢查，小2、3禮拜檢查，有問題是停的，是冇問題的，係你唔啲新人落去，該是會出問題。哇，你凍瘡了。不過講到兩片，鄉親朋友肯定是會想啊，哇，講到按倒介地是感覺凍吼，不過
到底哪一种人会特别的注意？各种嘅病都强了，有啲病总系会有一群人特别的注意嘛，比如三高有三高感因嘛，对不对？那到底你讲到从你肝炎的好发族群这边很重要哦。表现咧要准备咱大家看一下吼。50岁上去，某是老人家，生活韩国体重好少的人啦，韩国蛋白质高度缺乏，蛋白质高度缺乏，其实因为本身是营养少加抵抗力也会好好，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硬化该大家低过敏的，抢到为就过敏的东西，像食到买东西会过敏，某是。你说像吃东西好会过敏感，也有可能会比较是好发族群。乃至食到嘛，该叫个技术会过敏啊。错，因为像老乡亲朋友来讲嘛，像台北伊看线上嘅世界，本身先看嘅世界，线上快走嘅世界都会问讲，有冇该过敏吗？是不是头会问？了解，这个因为也会影响。对，动作。药物唔回应，很难会注意哦。药物唔回应，基本性管的排毒会好唔好是会很难会注意其实所有的乡亲啊，大家需注意，唔系讲你听会了都已经讲了注意市场因为车，马个车就会注意，唔系讲爱今边卖辫子的车，所以唔是注意。唔系讲，先生很会比喻咧，唔系讲你买台两公车所以款，你还买台好车，唔是注意。你很系强。大家系注意，唔过系讲你的车已经冻到年嚟，仲咪讲老人家，因为其实系讲你车用到久未会坏体嘛，系讲你讲你嘅身体嘅器官用久咧，零件会坏体，所以特别来注意吼。唔过讲到咧吼，乡亲朋友系讲你。又是本性上可系冻好啦，不过一般人是会问啊，那我到底要如何用因为检查啊，其他到底有冇解问题？系每次也本性上看嘛。系啊，该本性上看一些线上是会通你注意的吼，你冇去线上，该线上有冇通你注意吼？有些机会通检查，最体肤会先检查你个肝功能吼。手血检查什么？手血，你个肝功能系正常，大部分是天气检查是好嘞，系肝功能就唔好，系个像车就落壳箱嘞，系你落壳冇买落壳箱机，唔是加检查。落壳，所以都注意。其实会注意看你哪家零件有问题，所以该时是会通你做看有 B 型肝炎么、C 型肝炎么，系有两种东西有一些是会通进一步做。超音波，韩国通去做个胎儿蛋白检查，看有冇个癌症的个。乡亲朋友可能会知道讲，那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让大家讲，反正该是线上检查嘅一种嘅数据啦，系讲该种数据好够，线上咪讲，可能有肝癌嘅忌讳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一台地动你是会起家去走超音波嘛？走超音波动从啊，譬如超音波一走，大家动你咪讲，哎呦。有脂肪肝哦，你还会讲肝包油哦，它是从超音波走出来的。肝包油咩讲当太口因吃袂呢？因有拄过哦，8人共进的人哦，看见当太口，你上俩是一挺久咧，结果超音波做下去，哟，肝好好的咧，冇脂肪肝哦，电到有都当瘦的人啊。瘦哦，结果做下去脂肪肝当厉害。有冇安用因吼？大家都误会了。大家会话该配的因太口因是停袂，冇一停哦其实不一定。有的人长期瘦哈，不当饮食、不当减肥，然后熬夜那的东西是会引起它变成脂肪肝。对，讲到两个线上会讲。还有你小嘅，你有可能会脂肪肝。相信你走该超音波的时候，应该心脏会讲，他说，你肝粗糙，不该系肝粗糙，你睇下上下，该肝还是平滑的，系讲你上你都不会卖出，刚才讲处处的直接是系肝粗糙，而且上又讲到瘦的人有可能没有脂肪肝，两类的老人家听听，年轻人现在也会，对不对？动都后上瘾，你是7、8岁听听哦，去做控钳检查嘅时间去做喺超音波，一做下，伊心脏讲，你肝粗糙，大家是想讲，我按后上，快是肝粗糙。因为你原因熬夜啦，玩电动玩具啦，3C 啦，嗰度，该看到 Line 某是该乜个 FB 啊 Facebook 啊，
是在那滑不停。线上一家讲到安顺，讲到安顺，一家山西讲到安顺，感觉可能又跳融。两种东西是会影响到啦。咩相信安尼是会看一只东西，亲一只东西听，结果亲嘛也是跌来跌去，跌来跌去是跌唔会出来。而且哦，你之前有访问过线上，其实线上讲的什么跌来跌去吼，除了可能会让熊干治哦，还会让有颈椎，因为这些访问线上讲哦，你下都年轻化了，去看两骨，去看颈椎嘅问题，都系因为还有白内障哦。哦，冇注意就有问题，所以其实讲到底下，大家有发现冇？其实不管你用，其实就是日常保健最重要，对不对？好，这边提了几点，让大家都提想一下日常保健嘅问题。提一点来第，就是莫熬夜，莫熬夜，这个大家都低嘛，对不对？然后听情绪会睡饱，会休息，哈，哈，你要动手要。对，提上两 tip 都提醒大家偏方，动作适度嗰度。唔好嘅啦，冇是吃到嘅買中草藥啦，對，結果吼身體食到只快，一食只快。大家想看看吼，線上都講的嘛，你食從肉嘅時間會引起肝炎，你就線上剛才有講到上係跳那桶來肉，有啲人講哇，我一吃，我跳那桶時食，都已經會影響了，更何況係容易是偏方，對，當唔啲，乜個肉水啊，豬肉水可能變唔啲幾多隻。哦，好可怕哦！像我你也唔啲啊，吼，食東西啦，有冇？像啲下東西係咪會提醒講，有到提頭米病糖球，有冇改黃曲毒素？黃曲毒素，那是不是其實很嚴重？那是真的哦，那個是比較容易致癌啦。好可怕哦！對，像啲下東西前頭因為喝咖啡有冇令咖啡啦，吼，線上到啲下順勢都問一下，你買咖啡豆吼，買糖球，你講你咖啡豆冇氣咧。是不是也有機會？也會有機會。咁都好是提通嘅應用，其實注意冇是同豆。所以個好氣嘅啦，好氣嘅。所以這邊種均衡飲食動從啦。均衡飲食哈，還個避免不必要的輸血，你要加動手藥。頭先講到咩 A B C D E 停咯，還有後背，還蠻發覺出來嘅偏頭。當然提6點講嘅，了大家都鏡頭啦，嗰度牙刷吼，牙刷當然唔會注意到啦，因為像跟牙刷牙細長長咧，做唔得，甲伊臭牙齒底部有流血，甲當頭是有病毒咧，錯嘛吼。當然後尾大家有看到啦，反正講嘅是係疫苗啦，至於從老師從線上講嘅，係講你已經不管你吃嘅係好差啊。但係落口差了，對，天氣檢查，對不對？你冇天氣檢查，等到路上啊出問題是唔啲咧。對，吼，所以最後吼，其實時間只是夠凍結咧，吼，按從繞個議題，講一下節目時結束，所以1-2分鐘咯，大家提醒一下，還是有預防須知，你講注意衛生，肯係注意啦，其實係注意衛生啦，講嚟講去，吼，肯係注意衛生，香港。自家身體會保護好，預防健康啦。是自家身體平常有保養到雜吼，當雜性，你都是好，唔會。其實線上講也沒有錯誒，其實大家有發現冇？講其實係你身體有長毛，因為這也跟免疫力有關。係講你平常時動保養身體，你食東西也食到均衡飲食，然後你的抵抗力很強，恭喜財寶，你貴張音嘅抵抗力就比較好。對，你講肉質嘅是，一下嘛風吹草動，你是切到咧啊。肉質也是個人平停，肉質嘅爛到感冒乜嘅問題都有，感冒乜嘅問題又係講你係肉又唔好，又係食肉有可能會讓溶解，所以身體係很奇妙的一種很微妙的一種機器，會影響來影響去的。保養到好，其實一個良性循環。你保養其實惡性循環。兩隻白體，兩隻有天然白體。天然去貴住啦。冇錯吼，希望講基本依家鄉親朋友看，你基本依家福氣內吼，收無情緒動態吼，了係大家情緒來注意吼。到了為非常感謝李先生來到節目地圖，老大家來分享。什麼先生？好，鄉親朋友聽下來呢，來做認同了。